歡迎使用稅務代表網站 TRP。本影片將示範如何開立 TRP 公司賬戶。點擊開立 TRP 公司賬戶開始，閱讀 TRP 公司賬戶概述，然後點擊開始登記。點擊繼續開始，開立公司賬戶的5個步驟，將顯示稅務代表網站 TRP 的使用規則及條款已供同意。點擊我已閱讀及接受進入下一步。點擊繼續，你將會被轉往商業稅務網站 BTP 作身份認證。為了進行身份認證，請使用智方便或輸入你的 BTP 用戶名稱和通行密碼以登入你的 BTP 用戶賬戶。請注意，你的 TRP 用戶賬戶也是 BTP 用戶賬戶。如果你已經開立 TRP 用戶賬戶，你可以輸入你的 TRP 用戶名稱和通行密碼進行身份認證。點擊單選按鈕選擇你想要開立 TRP 公司賬戶的公司，然後點擊繼續。請注意，已開立 TRP 公司賬戶的公司也會在此列出。請仔細檢查此頁面的所有資料。你需要透過勾選方塊來聲明此 TRP 公司賬戶申請中提供的資料真實、正確。點擊確認即可完成開立賬戶。恭喜你，你已完成開立 TRP 公司賬戶。你可以選擇列印或保存這確認的副本。點擊管理 TRP 團隊以建立你的團隊。